2026數據私隱打擊行動，網站擁有者即刻需修補事項，以確保合規。2026年嘅數據私隱打擊行動即將來臨，香港及全球監管機構正以前所未有嘅力度加強執法。若令嘅網站收集任何基本用戶資料、姓名、電郵或者瀏覽習慣，您就必須合規。忽略此點，可能一夜之間罰款達6位數，更毀壞聲譽。香港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正更緊密對接全球標準，仿效 GDPR 嚴格規定，同時引入本地要求，資料外泄需72小時內通報，處理敏感資料嘅網站需強制私隱影響評估。電子商務平台對付款、資料流及跨境傳輸至內地嘅審查更嚴。網站擁有者注意，過時嘅 cookie 橫幅將同意選項深埋彈窗，已不合時宜。你需要清晰、細粒度控制，讓用戶輕鬆選擇加入或退出。表單應端到端加密。私隱政策需置於顯眼位置，並更新反映確切資料用途。搜尋引擎亦開始懲罰不合規網站嘅排名。呢個唔只係法律義務，更係 SEO 必須。Webcooks 為每個香港網站設計項目，從藍圖階段植入私隱保障。我哋嘅響應式設計融入 OWASP 安全層、自動 SSL 強制以及多語言界面、跨司法區處理同意，毫無阻礙。我哋以助數十家本地企業避開打擊，透過嵌入防洩漏功能如資料令牌化儲存同埋實時審計追蹤。對擴張業務，我哋嘅電子商務方案無縫整合 Stripe 及 PayPal API， 確保合規支付集到最小化資料暴露，同時最大化信任，加上免費升級及維護，令嘅網站永遠領先法規變化。2026年倒數中，但你並非無力。軟件卓識嘅擁有者正即刻審計、強化弱點，並倚靠專家將合規轉化為競爭優勢。保養私隱失誤拖垮你嘅網上形象，聯絡 Webcooks 獲取無約束合規健康檢查。我哋會突出你嘅屬性，並繪製無憂運營路徑，